你累了嗎？來個小小測試。仔細睇下以下嘅圖片，就會知道你攰唔攰㗎啦。首先呢一幅俾10秒你哋睇下。如果你見到佢浮動識喐嘅話，咁就即係話你而家已經攰㗎啦。再睇下第二幅，咁就知道你攰唔攰㗎啦。俾10秒你哋睇下呢一幅。如果你見到佢識得震動識喐嘅話，咁即係話你攰㗎啦。結果就係，如果你見到兩張圖片識得浮動識喐識得震嘅時候，咁就表示你已經攰啦，所以你應該要去休息、瞓下覺或者聽下音樂舒緩下。